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嘉文，欢迎各位收听关校的广播电台厝边隔壁节目。咱今仔有贵宾吼，这南义哦，你家自我介绍一下好无？谢谢，感谢咱姚嘉文院长吼，咱线上的咱关怀电台好朋友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咱鹿港复兴秀水的管理员吼，我是蓝俊瑜。今仔日非常欢喜吼，咱来到咱关怀电台嘛，感谢咱姚院长的邀请，感谢你。这南义员你是做第一届嘛？即摆是做第一届嘛？是以前捌做过？我顶一届是做秀水的方面代表。做代表。2022迄年参选管理员，嘛，互大家真帮赞，安尼顺利来过关安尼。即届要继续来拼连任。是啊，咱即摆关了广播电台对即摆地方的选举吼足重要。我嘛感觉我的节目吼足重视。咱即摆地方选举，从县长、甲乡镇长、啊代表、甲乡镇长吼，这拢足关心，所以若有机会，大家要来，我就上一下甲伊访问吼，去了解。顶摆叶国祥来吼，有咧讲起讲王金英吼，来咱遮搬歌戏，转来回乡啦吼。这本来有咧招我去的，我足爱看歌的，伊讲实实无用。我的朋友吼，嘛足爱看，我有甲讨迄资料转互人，伊毋知去看无，我毋知。是。迄个助理是啥物人？叶国祥助理，伊转互我啊。一个少年家啦。我歹势，我用袂记。是啊，伊转互我，我咧问讲，因为我朋友讲到底地点时间是安怎？我甲伊讲，才烦恼落雨啦。是啊，我记上午有咧落雨呢。伊有大磅礴啦。但是伊讲无落雨啦。无落雨，连续2工拢无落雨。王金英是国宝级的一个歌戏吼，歌戏的演员哈。是。捌来咱台语文园区来讲伊的经过吼，伊无受正式的教育，前虽然苦读。捌字即摆会晓写剧本吼，迄足无简单吼，这是爱真骄傲，咱真骄傲是咱中华故乡，嘛会转来吼，伊会转来。顶摆来台语文园区演讲顺利秀水吼，怀足侪亲戚朋友出面有来听吼。即摆我实是应该去看者，但是着时间袂拄好吼。这南议员就是讲，咱即摆选举，咱拄仔讲县长吼，乡镇长、议员、代表，咱有足关心啦吼。还佫有传理长。传理长啊关心。我先想讲，你先自我介绍啦，介绍较清楚。你头仔讲恁爸爸是南投人。我无南投人。恁老爸老母？我老爸，我妈妈是秀水人。所以你小介绍，再听咱朋友了解哈。因为恁秀水边议员，阮彰化市这边较无了解啦，所以自我介绍一寡哈。好，但是阮秀水人拢走彰化市较济啊。是啊，拄讲着阮爸爸是，虽然阮爸爸南投人，但是伊10几岁，高中毕业就走来彰化咯，所以讲伊伫彰化。定居嘛40年，超过40年。做啥？食头路还是做生意？伊来食头路，伊较早山顶，较早伫北港山顶啦。北港山顶就拢种果子尔，歹趁食。啥物村？北港遐是上宝寮。上宝寮，算凤山里哦。凤山。算南投市。南投市啦，伊甲咱分两隔界。山顶就拢种旺来啦，种荔枝啦，种一寡果子。阮较早山顶歹趁食，所以阮爸10几岁就。你讲你往来所是家己做的？就是人家己做。人毋是人即摆伫秀水吗？嘿伫秀水，但是阮原料往来原料嘛是为山顶南投港秀水做安尼啊？踮秀水加工。是啊。阮有甲农民算讲契作、客作啦，嘿啊。所以读彰化高中的啦。读彰化高中。了去读东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吼。你无去做社工？无，这个社会学甲社工有差，社工算较实际去做的，社会学是咧读理论。读，比如讲一寡社会统计，比如讲迄个民意调查，就是社会学一部分啦。社会学就是咧讲咧
咱个人是心理学啊，但是咱以社会来讲，伊是咧研究讲咱团体的行为。我落去，我嘛有选社会学。哦，是是是。social art social art。我落去有诶选别科，我有选社会学。嘿，是社会学。周青伊种是社会学嘅，伊当时。阮两个有共一老师啦吼，伫台大有共老师，所以我有小可知影社会学嘅意思。哦，是。你了出社会了全。我是伫官府捌上班过吼。嘿，这嘛一段故事啦，这嘛一段我家己嘛感觉诚精彩的故事。你讲互观众真好听。是啊，我迄当阵我咧做迄个替代役的时阵啊，我无做一般的兵啊，迄当阵我我伫卫福部咧做替代役。迄当阮是第一届当申请的啦，所以讲迄当阵申请做替代役。迄当阵拄好拄着迄个太阳花学运的时阵啦。迄当阵太阳花学运。阮着几个好朋友，逐个招走去台北，拄好迄工啦，迄工去的迄工拄好有人咧爬楼梯，阮着对因爬楼梯爬入去迄落梨花园，迄个开会迄个算议场内底啦，内底应该待4工哦。你也待？迄在咧待4工，待4工啊，就熟悉一寡好朋友嘛，逐个就是内底分享讲未来想要做啥物，就甲讲。未来想要去找梨花园的国会助理的工课啦，等等的啦，所以讲大家有一寡交流。出来了后呢，无偌久，内底的朋友就甲我通知讲，有即摆有迄个咧选举机会诚侪啦，看我有兴趣无？迄当阵就是透过朋友安排的，伊讲我彰化人嘛，转来彰化，迄当阵拄好魏县长咧选县长，有即个机会帮我引荐啦，引荐转来彰化。开始，迄当阵助选啊，伫内底算总部内底组织部甲中东部一寡好朋友，逐个做工课，才未来有正式踏入来即个政治工课内底安尼啦。所以你这是真好，就是讲，咱会感觉地方的人才吼，有会对中央对全国性对社较无了解，地方是纯粹咱。即摆当然较无共款啊！早期即个台湾的地方的干部，特别讲乡镇代表即种人哦，就是地方甲里长共款，经验较好，但是对国家事情、对台北事情是无了解。你为台北安尼，着参加太阳花，了搁县政府，搁我即款的经历对你是足重要、足有意思吼。是是。吼，你平时即摆嘛无可能拢伫地方嘛吼。对这国家代志嘛有咧注意嘛吼。你像即摆上基本的，逐个即摆用册咧看，系啊，看一寡。所以讲，即摆诚侪资讯来源啦，嘛是爱关心地方代志是咱的工课，但是讲中央的代志、国家的代志，咱嘛拢爱关心嘛。我讲即拢环环相扣的啦。是啊，这梁振祥做乡长就无连任，就无采吼。哦嘿，我当阵伫遐做秘书。你也捌伫公所，伫公做秘书。我当阵就是伫县府大一站嘛，后来迄当阵陈文彬咧选立委的时阵，搁去鹿港甲伊斗相共。迄当阵迄段时间工课结束了，搁过去两天上乡长迄边做工课。接啥物人？迄阵秘书敢是迄个，即摆伫东部迄个。我迄当阵是一开始是伊帮我先安排伫咧迄个农业课内底做工课。县长，毋是伫公，毋是伫乡长室。乡长室到最后一年才帮我邀去乡长室。伊嘛算互我诚侪机会啦，互我豆啊训练，知影讲公务机关的即个工课流程。嘿，是，所以我嘛诚感恩。真好啦，像阮较早伫美的岛时阵，就足侪人要出来选。哦，是。我拢甲因建议讲，要多历练吼，莫讲像即摆嘛有足侪安尼大学毕业是国外转来，着要抢一个职位。哦，是。市议员上好，市议员还是啥物吼？着很快，我有一寡学生还是晚辈吼，真紧着要选市议员。哦，是。市议员，但连了5都啦，着高雄、台南、台北。台中拢有人要，我有甲因劝啊，但是因也希望讲有一个家因讲做事也不错。做事也不错。不错是不错，没有错啦吼，就是讲会当，你坦白讲，你对市政无清楚，做市员也是真艰苦啊，真歹做，无啥吼。
啊，你讲像秀水，你即摆你的选区是鹿港、秀水，啊，佮复兴。甲复兴啦吼。是。啊，恁即区内底有啥物问题？你感觉你地方，咱咧外国人甲你讲，政治为地方开始嘛是。地方也管袂好势，莫讲去管国家代志啦。所以恁秀水有，恁即区啦，你算鹿港复兴秀水。做咱或者安怎讲，第一选区还是讲？阮是第二选区。第二选区，第一选区是倒位？第一选区咱中华。中华。中华。甲立委无共款啦吼。立委变阮即边变第一选区。对啊，所以恁第二选区，嗯。你感觉恁第二选区即摆有啥物问题？向镇的来讲。其实我一直咧关心即个都市计划啦，都市计划代志。因为你像咱即摆鹿港，年底就有可能咱水都市计划是县府的代志，还是乡镇的代志？其实这分几个层面，你要通过是爱透过县的都委会、都市委员会通过了，爱搁中央核定。但是伊最后初步是县的迄个都市。你讲都市计划是咧讲鹿港镇，还是讲秀水乡？我即摆要讲的是要讲鹿港镇的部分。你先讲鹿港镇。其实为虾米我举一个例好啊？咱定咧讲为虾米中华拢无 Costco 为虾米拢要去台中？因为咱中华就是一直拢无新的都市计划，就算有都市计划伊嘛无放宽啦。所以讲咱生袂出土地，咱就无法度发展啦。所以讲我一直以来拢诚关心这都市计划问题。啊，目前咱鹿港的部分，即摆有一个迄个水五金产业园区啊。这其实这是真早就有咯，吼，水五金真早就出名咯。创10年拢无通过。啊！创要10年咯，本来咱遐就水有金的，有一个聚落。有聚落，但是要设一个园区，即摆问题是要设一个园区，迄有啥无共款？设甲无设有啥无共款？设落了后，咱土地有法度，因为都市计划通过了后，比如讲咱的工业区会生出来，咱住宅区会走出来，咱商业区会走出来。咱较早都是，咱较早迄个农地中划了后，咱大部分地拢变农地，所以讲对咱中华来讲，民国50、60年前的时阵，咧做农地中划，当阵人口才60、70万人，即摆已经120万人咯。但是咱的土地拢无去用这边，嘛是搁农地。咱整个咱产业嘛好，人口嘛好，一直咧发展啦。所以讲。咱若无都市计划无做，土地设袂出来，其实咱对咱地方来讲，咱无法度发展。你像台中，伊直辖市一直安尼啪，一直愈来愈大。你讲 Costco 啦，伊当然嘛走去台中，台中土地遮济，人口遮济。咱中华县啊，土地设袂出来，伊嘛无可能走咱中华设 Costco 啊。这个问题，中华市议员嘛伫遮嘛有咧讲起哦，是。这到底中华是发生伫县府还是地方的问题，还是有啥原因？先怎？有土地从农地变做耕地，应该变做建地，应该是地主袂讲足反对，但是好像困难重重，到底是啥物原因？我是安尼认为啦，就是讲，咱整个咱国家的政策，咱有分直辖市甲一般的县市啦。但是咱直辖市的权力较大，伊资金嘛较大，所以讲伊中央即个都委会啊，伊较愿意。放权哦，咱即个直辖市落去做，所以讲直辖市你看到一直放大。但是咱一方面，伊爱维持迄个农地的比例，所以讲咱中华县无法度讲农地一直变建地，伊一方面搁开放互直辖市一直放大。我是一直感觉讲对咱中华县诚无公平，因为伊根本就轮袂到咱中华县。伊这农地管制是全国性的。全国性。甲遮人口有关系。而且伊爱搁住宅人口有关系，住宅区伊爱开发。八成爱有开发，而且有法度搁互你放大。但是咱中华县的人就一直往外口咧走咯，无法度达成咱即个8成的目标啊。所以讲诚侪限制啦。我是感觉咱即个地方制度法，互咱一般的县市诚侪限制啦，互咱的发展上嘛无法度像直辖市安尼一直发展。这嘛是其实我一直咧关心即个部分啦。安尼讲起来，你做议员的时阵，对？县府的态度是安怎？县政府态度，咱总讲中华嘛是西区的问题，倒一区的问题，鹿港嘛是听讲县府嘛，
就馆长虽然是国民鹿港人吼，是好像嘛无讲足用心伫咧处理鹿港的都市计划。鹿港的做计划的时阵，你有鹿港捌讨论过？即摆是水五金的部分，已经其实嘛创诚久啊。为迄个魏馆长当阵做馆长的时阵咧推即个水五金，啊，中医伫可能县府因中我4年的时间毋是做管员，所以我较无了解啦。啊，但是其实伊伫安尼修正，甲中央沟通，到即摆可能12月，无可能会通过啦。啊，逐个有较关心，像较关心，像这旧港沟，人拢较早魏馆长咧做的时阵是讲规划做会当伫遐会当行迄个船会当行，但即摆规个范围较小，啊，即摆是规条臭狗狗，无咧整顿。嘿，无整顿啊！你像迄个台中安尼规条安尼清清气气，啊，咱中华县咱即个鹿港的咱即个啥物，咱我这是旧港沟，县政府的责任，还是公所的责任？其实这是公所的责任。县政府啦，这县政府的责任，这水利资源处、水资处应该是爱甲做。县府较着重一倒位，是咧处理台北彰化市较主要是倒位。县府敢无咧管因鹿港一倒？咱定大家拢咧讲啊，县府咱彰化有啊排水沟嘛咧处理吼。啊，最近搁咧听讲要搁创彰化高铁站的特定区嘛，开始要发展。啊，鹿港电都无咧做，也照咧讲，县府若总无啥用心嘛。哦，鹿港的部分，其实嘛陆陆续续有一寡建设，但是我是认为多数拢是配合中央的迄个计划案啦，有摕着中央的计划案。啊，我是目前较重大，我是认为像迄个鹿港转运站咯。鹿港转运站，嘿啊，目前咧起鹿港转运站，毕竟鹿港即马上一个过年讲2000万人次啦，来鹿港佚佗，所以鹿港交通的问题嘛是真大，停车啦，停车这嘛是感觉着过去都市计划无规划好，所以讲伊停车空间其实是无多啦。啊，县府其实嘛是有咧针对这有起一寡迄落啥物立体停车场啊。啊，是讲最近迄个洛金国小地下停车场加蓄洪池，迄嘛拄迄个开幕尔，嘛是鹿港嘛是豆有咧改善啦。甲你讲转运站要设咧倒位？设伫咧迄个天后宫遐嘛。迄个亚太度假村，迄算过迄个鹿港第3大队边啊。哦。嘿。佮离生态公园的边啊。利用诶马祖景有较远啦吼。有一段路，有一段路。啊，阮若要去马伫体育馆边啊啦。嗰间车都无当停诶，拢爱停足远吼。哦，即马停车费嘛真悬，即马上悬诶公会堂头前一个停车场，讲若拜六礼拜1点钟120箍啊。哦。迄是目前。比台北较贵。目前鹿港上悬诶。是啊，迄是私人还是政府诶？私人诶，政府袂遮悬，政府差不多30箍尔。啊，所以转运站内底是甲巴士咧停，还是有停车场？内底是巴士咧停，但是伊边仔佫有即马佫要引进迄个5星级诶饭店，英迪格酒店，就是要推动讲，互会当甲即个经济留咧鹿港，互人伫鹿港过命。你讲吼，就莫讲一日游就好啦吼，就我有听你讲吼。是啊。但是讲停车诶问题，甲转运站敢有关呢？转运站敢会当解决停车诶问题？转运站就是讲，互人莫开车入来鹿港，但是我感觉逐家即马家户拢有车啦，家户拢有车，只是讲。你转运站，我咧讲是转运站是巴士转运站。巴士尔。甲咱停车是无。甲停车无关系。解决停车诶问题啊。毋是解决停车诶问题。啊无你讲伫遐若去设福体路了，嘛是停车问题无解决啦。停车问题，因为我拄讲诶，过去都市计划内底诶停车场就少啊，所以讲你讲拢爱靠一寡无开发诶土地，民众就去租一般停车场诶公司。啊，你即马豆啊，若民众要开发一个就减一个停车场，开发一个就减一个，所以停车若毋是讲无用政府诶土地就去做停车场，未来停车诶问题嘛愈来愈大。政府诶土地是倒位？即像即马要做诶是迄个游客中心啊，要起迄个立体停车场。
就阮也带朋友去天后宫，啊是讲去条中山路吼，上老热迄条路中山路嘛咱吼。无在条停车。都爱停即种啊，搁行入啦。是啊，拢爱停车。啊，若关门惊是讲行动不便，这足困难。是啊是啊，我讲咱较早咱台湾啊，整个台湾都市计划较早拢无遮先进啊。你无像日本，日本伊都市计划伊的停车场规划了诚充足。嘿啊，咱搁比日本搁差诚远，爱搁加油啊。伊即摆讲福禄寿三乡镇，啊，敢无可能为福兴还是秀水即边发展？福兴公所顶2年有推即个都市计划，福兴都市计划。其实福兴乡有一部分是甲鹿港合作伙的，所以讲鹿港的都市计划其实伊是叫鹿港福兴都市计划区。伊福兴的公所根本伫鹿港啊，伊个土地敢福兴的土地？目前福兴公所是福兴土地，但是福兴鹿港国中是福兴乡。啊？鹿港的国中甲鹿港的福兴市场拢是福兴乡。伫福兴乡。根本都分袂清楚，啊！但是即摆问题讲是农地的问题啦，吼。系啊，农地的。台中足侪会当都市从化区一区两区，迄伊迄毋是农地嘛？可能过去拢农地啦，豆啊都市计划一直放大，啊，农地变建你是讲燕霞是要盖较好盖，电到咱农业馆歹盖嘛？因为你讲你人口，我拄讲诶，你住宅区人口爱80%啊。啊，伊即摆咱中华诶人走去台中、南投、苗栗，拢走去台中。啊，台中伊人愈来愈侪，伊住宅区伊愈来愈大，伊愈大，伊就中央认为讲你有放大诶需求啊。啊，但是咱中华人一直往外口走咯，伊认为讲你原本诶住宅区就还未开发了，为虾米你搁要放大？所以讲即摆就是徛伫遮，人就咧走咯，啊，中央搁要甲你限制讲。你人口无够，所以我一直恶性循环啦。对，恶性循环，你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啦。因为咱就是中华人，咱足感慨，就是讲种啊是比台中较早习惯的，较早历史较久。啊，颠倒即摆变做台中市县啊市啊中华是变做三等的三等的行政区吼，这是足无好。是啊。所以恁议员甲县长较无共款，县长可能较会当做这个代，啊议员不过嘛是爱有责任去提出即个问题。爱甲即个问题爱发觉。福兴嘛拢农地嘛，福兴乡。是啊，福兴我拄讲的，伊都市计划一丝啊，夹伫鹿港啊，所以福兴伊家己本身无都市计划，啊，所以即马福兴公所嘛有咧主办一个都市计划，伫咧西福兴。有诶，一都市计划，蒋元鼎乡长嘛是咱民进党诶乡长，伊嘛诚认真咧做即个规划啊。看会当，若通过，互福兴有法度发展。真小规模啦吼。啊，秀水咧，秀水部秀水，你是住秀水啊？住？我住秀水。我秀水的发展呢？秀水发展嘛是，伊嘛是江水路两边有发展尔。但是至少秀水有都市计划，所以讲伊发展上比福兴搁较好诚侪。秀水都市计划是伫大路边。就是咱讲的，咱讲的北京轮啦，北京轮啊，就是行政区公所啦、农会、国中、国小迄边拢都市计划，啊，搁咱较会知影的北京轮迄个位啊。是哦。是啊，啊，但是因为咱的即个地方制度法，伊诚侪工课拢需要公所家己去做啦，所以讲公所要征收，公所要开路，要照计划道路，就去开，根本公所无即个资源会当去做啦，所以讲诚侪，所以讲伊都是计划来，但是诚侪工课嘛是拢等的无法度做，经费的问题啊。但是你做议员啦吼，议员你毋是代表，即摆毋是代表，做议员。即摆议员文化有较好嘛吼？好食就是顶摆有一个议员来遮讲，是感觉咱即法县议员文化毋是足好，你感觉安怎？就是讲做议员伊的功能吼。我歹势讲啦吼，你感觉做一个议员，你感觉议会县长是县长吼，但是议会嘛会当主动提案啥？你感觉这议会的文化怎么样？议会文化，你像咱一般咧质询的时阵啊，
咱种仔悬议会啦，即阵是拢针对局处长尔。但是你看哦，咱新闻看着，咱台北啦，最近上夯迄个蒋万安无即阵吼，迄个因为即阵着互逐个骂甲迄边去。啊，你像桃园啦、台南、高雄啦，伊拢议员拢针对首长咧即阵，但是咱中法官即个文化，咱其实少罕咧针对迄个县长咧即阵啦。是啥物原因？啥物原因哦？我真在想我嘛。恁若有议对，即摆就是讲时阵，拢无县长无出来答复嘛，还是拢直接指名上伫叫做局处长？咱若要指名县长有时阵，主席嘛无一定会互阮问县长啦。议长的关系嘛，主席就是议长的问题啊。有时阵议长主持，有时阵副议长主持，啊有时阵伊若两个无提过，会换别人主持。对啊，但是，咱个我毋知咱议会的规定吼。议员要接顺主管议长主持会议的议长还是副议长，敢会使动？是讲这免回答，叫处长回答对，伊敢会使？就是讲主席会当安排啥物人回答，这是主席的权利。应该有点奇怪。这应该是你个研究看，应该毋是主席的权利。主席会议，我要接顺啥物人？我是议员，我要接顺啥物人？咱主席咧决定。啊，但中华管委会，即部分就是真奇怪。文化，这文化是安怎造成的？因安尼议长就会当敲无乡镇长啊，敲无县长、首长，甚至局处长，因就会当甲伊暗号嘛，是毋是安尼？让伊过半嘛。你像规县长咧做的时阵，因要即阵规县长嘛是爱甲规县长叫开的，但是到阮即马国民党较大多数，要即阵县长的时阵，因拢袂甲县长叫开，拢嘛叫局处长。有差啦，可能咱。这可能你若有用研究看卖啦吼，当然你党团爱注意即个问题。是。我是无做过地方议员，我毋知啦。若像立法院当然无可能有即种代志啦。要接顺行政院长，即面也是接顺者。是。指定的讲，我要甲谁接顺，哪里有讲？即个主持人会当暗号掩护吼，敲嘛讲，即代志免县长啦，叫谁答复就会使，敢会使安尼？即个部分我可能来去研究者，因为这着目前管委会是有即个状况啦，啊有时阵嘛互阮党团的议员拢诚困扰，有时阵咱要甲县长请假拢诚困难啦。对，顶摆有议员会则咧讲话，有小可讲着即个问题啦，是讲要改善当然不容易，但是中华官若要进步吼，议员爱发挥力量，你若要发挥力量，就是伫议会内底运作。是。啊，甚至有咧讲，我要参加倒一组，当议长嘛会介入，敢毋是？哦。其实即个部分我着真正毋是讲真了解。你啥物组是恁家己决定？即组其实是顶头安排好的。顶头是啥？这着比如讲，咱总召会去甲因搁参详看。对啊，咱家己总召往来徛在啦吼。咱时间的关系，咱稍等下吼，咱继续来谈吼。多谢各位小姐，请大家稍等一下，咱继续广告了，继续进行咱厝面隔壁。多谢各位吼。大家好吼，咱继续进行厝面隔壁，今日咱真欢喜，咱的少年议员吼，咱鹿港区鹿港秀水福兴福乐秀的即个安怎念啊？那准武吼。那准武，第一叫那准武议员，或者来甲咱见面遮讲话吼。啊，一只大家要去介绍讲，大家足关心的即个电影吼。7月12，搁10天，7月12下晡2点半，迄礼拜日啊，礼拜日要来放较特别的电影吼，《木偶奇遇记》吼，上好带囡仔去看《木偶奇遇记》。阮少年的时阵吼，阮只60、70岁，60、70年以前的即出即个故事就足出名。
这卡通较早的卡通比较卡通较好看，较早卡通是画的，即摆我话拢电脑做的，拢粗制滥造做个画图也无安怎。即个木偶奇遇记会当带恁囡仔去看，大人看嘛真趣味，个囡仔我嘛足爱看即款电影7月12礼拜日下晡2点，咱拜六会看的，敢是拜六会看欢迎各位参观你讲到这议员咱台湾的政治，坦白讲，较早地方议员的水准拢无悬啦。坦白讲，学术水准也拢无悬啦。较早无是讲做议员都拢粗鲁。是。有的是买票，有的是派系，有的是黑道的，有的是有钱啦，啥物搅场啦，招啊。即马议员就不一样也有留学转来，也有硕士，也有大学有正式即款的标准，正派的议员较侪不过总是也有问题啦咱倒底下来讲到恁秀水啦是。你秀水也做个代表，做公所做个，秀水的发展嘛是有问题，即摆即摆县长选举咱知即摆县长是万宁区的人顶摆小芳咧选的时阵，就感觉讲南部较歹开，即摆南部的数学啦咱北部发展了安怎？北部咱要怎甲伊做选？你讲北中华的部分。北中华，所伊陈水扁伊的竞选部就设中华市啊，伊讲中华市县委的所在地嘛当时讲伊南部的票较侪，北部发展北部。你感觉恁鹿港区的情形安怎？鹿港区其实鹿港区我认为，鹿港区若是政党对决来讲鹿港原本伊会较偏咱民进党。伊整个啦，整体上会较偏咱民进党。你讲葫芦数三兄弟。葫芦数三兄弟，好像秀水会较摇摆啦，我认为秀水较摇摆，秀水较侪外来人口会较摇摆。好兴诶。好兴伊绿色会较侪，若以历届迄个选举看起来，好兴较侪。鹿港是鹿港街内，咱讲分街内甲街外，街内就是咱较，算讲咱较市区即边，市区即边伊会较热。伊若较街外会较偏啦。其实，但是鹿港来讲啦，鹿港整个比较起来，伊嘛是绿色较侪。即几个月因为自初选的时阵，咱选县长伊就真面烂伫咧鹿港即边咧经营啦。毕竟过去拢伫南中华，所以讲伫自初选开始一直到即马，伊对鹿港的发展嘛，其实伊是嘛拢诚重视鹿港的发展啦。毕竟鹿港，我是认为鹿港比较起来是一个中华县来讲诚特殊的所在。我拄讲着，伊过年的时阵观光客就超过2000万人次啊！这对中华县来讲，这是真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所以讲，伊对鹿港的拄讲的交通嘛好啦，文化嘛好啦。是讲未来我当的都市计划嘛好，其实伊搭地方人士拢有诚侪探讨啦。嘿啊，所以讲我认为即部分较乐观啦鹿港未来鹿港要安怎行，所有县长伊家己嘛有诚侪想法，伊嘛甲地方的诚侪人士拢有探讨过，所以讲其实地方的人士对所有县长伊未来想要做的工作拢有诚侪研究，大家嘛拢诚甲支持嘛，诚有愿望啦，诚有寄望。伊竞选总部设点中华是正确啦，当然伊原因嘛会设啦是。也是这原因本来伊服务处就设伫遐对。伫即个所在，中华市因为即摆国民党也是南部的南中华。所以北部的逐个抢咱即边应该较好抢小芳也伫即个所在嘛。咱有小芳，咱有秀宝。秀宝2个礼拜五拢伫北部是啊。咱即边县长恁议员拼忙拼，县长嘛是爱共斗是啊，这一定的。才互相拢帮来帮去嘛这连带关系啊。因投票共款。我要讲就是讲拄仔我咧讲咱中华
全台应该拢共款啦。近年来地方的会做民意代表，还是公职人员素质有较悬啦。所以佫悬差伫阮准备的倒阵仔会感觉是，阮在强调即个问题是讲，咱毋通做咱中华，咱台湾的做新生代，阮阵仔算新生代，是50年前算新生代吼。毋通敢若顾家己选举啦吼，选举当然足重要，毋通敢若顾选举。啊，著要注意讲台湾发展是安怎。你看台湾这50年发展变偌济。是。吼，特别讲像国际关系的影响吼，美国的政策啦吼，啊是联合国的决定，迄拢影响到台湾啦。对。你袂使讲，做者民意代表是做知识分子，对这外口拢无咧管，就袂使。这真重要。啊，我开伫台北是安怎？台北有足侪机会，做谈会来演讲吼，啊资料较侪吼。对。较侪机会去听人演讲、甲人的报告，啊嘛其实足侪朋友伫迄个所在。咱中华人才是足侪，不过中华咱逐个拢咧讲，毋是走中华，毋是走台北，像阮嘛拢走台北咯吼。对。啊台中吼，啊中华有较疏远吼，这是像咧中华足侪人无爱出来选啦。顾做生意吼，无爱出来选。对。啊，即摆有较好诶出来，即摆一寡像恁大学毕业诶啦吼，有诶留学转来就外里去做议员吼，即有进步啦吼。啊，所以你讲议会一寡文化吼，有人讲有人咧讲恁中华诶议长是安怎吼？啊，议长诶选举是安怎？讲一寡不好听的话啦。中华应该是人诶议员讲议员是个民主圣地，家己讲是民主圣地，过人讲因诶民主圣地吼，台南嘛，咧逐个拢打讲是民主圣地。咱中华应该搁较有资格讲民主圣地，你不是台湾文化协会，像咱中华嘛足侪人啊。是啊。偌好啦，啥因咧啥物人吼？先较早发展。因较早都有发展吼，啊，艺术也好，文学也好，真侪有发展。啊，中华近年来是讲有小可去互中央放煞去啦，吼，就是讲较软弱啦，哈，当动不动就咽下死，啊，咽下死意外是咱上大事，都上大关的嘛，吼。啊，所以。恁像恁议员讲，你参详讲，要安怎发展咱中华？恁帮是有咧年轻的一代讲咧想。其实少年的大家拢会讨论啊。啊，但是我一直感觉讲，咱中华一点，可能咱地方大家观念，因为我拄仔咧讲的时阵，我相信就是啥代志。你像咱咧动员游览车啊。国民党到即马为止，若要动员游览车，拢一届7、8台拢轻轻松松啊。但是阮时阵要选举动员游览车，若要2台3台，就艰苦到实在无人。我就想着讲，对民众来讲其实伊参加国民党的即个动员很自然，伊当无去歹势。啊，但是咱民进党若咧招变去着歹势。啊，即个地方对两党迄种。观念无共款，所以讲会造成讲咱地方选举，安怎选着拢少数。对于真侪民众来讲，选择国民党选择无党的，迄种敢认为讲因无色彩的迄种心态嘛，佫有伫的。所以其实阮少年的伫地方，阮嘛其实阮做真侪工课，阮嘛真用心咧，每一个政策嘛好，你像即阵即件代志，党内其实咱党内17席议员。阮逐个每一个人即阵拢非常招运，该即阵时间该安怎咱就做安怎。但是相对的，咱看到国民党甲无党的议员，伊无一定逐届拢会像咱民进党共款，25分钟拢讲了满，拢真完整去做。是啊，其实有时阵也很多无力感啊。但是对咱少年来讲，阮对交通啦、教育啦、小朋友这幼儿的代志，我是认为。咱党内咱遮个少年诶，真正比因来讲，咱用心非常多啦。哎呀，嘛是爱看
民众看都接受无啦？这伊是讲，拄咧讲党的问题，是毋是有牵涉到，是牵涉到迄款啊做经费问题吼？对，拢感觉讲，咱民进党的钱较少嘛吼，钱较少啊，经费较少啊，国民党平常背后有伊的企业啥物，是才有啦吼。但是你讲动员，其实阮伫美丽岛时代动员就无困难啦，就足侪，毋是百姓不关心啦，佮帮是安怎经营啦吼。啊，当然最后有一寡出色哦，以前拢一寡靠用食饭啦吼，哦，嘿，啊是讲摸菜啥吼，啊最近有一寡地方可能咧经营开始重视一寡理念。嘿，就是办演讲吼，办演讲啊，有诶爱来听。嗯，就我即摆最近专单4个演讲，我拢找学校啦，找教会，吼，找教会啊，甲社团诶演讲吼。伊是爱听足侪代志，不过你要讲互听，家己也有尝试。哦，是啦是啦，这才重要。啊，所以我看咱中华议员，我毋捌，我真无啥了解，不过。真罕咧听讲有咧办座谈会、演讲啊，包括党部嘛无足认真诶。咱党部北来党部办座谈会，拢伊一条咧讲诶，伫讲诶时间都要走，迄毋是座谈会。哦，是。迄是伊伫遐咧演讲啊，毋是座谈会。啊，即款办是爱安怎去地方组织起来，是组织诶问题啦。是。毋是讲。咱的支持者领导毋是安尼，咱支持者真侪嘛无一定爱买票，啊，国民党即摆要买票钱嘛无法充量啦吼。有啦，因坦白讲，一般来讲，拢别人较有钱，啊，佫有诶为中国趁钱。即摆中国因素嘛，影响经济较大。是咱爱非常努力去做争取，但是伊不断办座谈会的理念吼。理念，所以你讲像台北是安怎叫做罢免案啦吼，啊是讲你讲太阳花啦，还是较早叫做像野百合啦啥，迄种动员，迄大小为主，其他嘛足多吼。啊，最近做活动有较冷啦，有较冷，或者安怎搁唤起民众迄个因诶责任，特别你做读大学诶吼，即使有能力通办座谈会啦。我有即摆党部最近是要新成立嘛，党部主委新选出来。新选嘿。啊，来我又叫我去讲话，我会希望，我会甲建议讲，党部毋是干那伫遐咧办选举啊吼，应该是爱办一寡座谈会。我较早。伫中央咧做民主学院吼，我有注定我爱训练党员训练，咱百姓也有一寡理念，吼啊，美丽岛即阵是拢靠理念得到支持的嘛，吼啊以后美丽岛以后一连串的，比如国会全面改选、改图、改革228，吼总统直选，迄拢是理念的问题。是安怎党员遐济人，即摆无法度。啊，其实咱即摆足侪党诶中央甲地方拢开始咧搞选举，啊，佮我知影足侪公职人员拢重视拜访，啊，其实拜访甲分享时间，逐党拢嘛共款啦。啊，咱甲国民党无共款是理念不一样，主张不一样。啊，我看足侪民进党诶做少年诶吼，啊是讲做民意代表拢讲，我拢足认真打电话开始拜访，啊毋是分享市场好歹代拢倒会着。即甲国民党有啥无共款？吼，而且国民党伊请诶助理比人较侪啊吼，因个钱比人较侪，因为助理一大堆，有分享时间绵长必到诶足侪，咱无人请阮做嘛。咱有固定诶助理费。啊，所以安怎去运用志工，办迄些理念的沟通，这是足重要，这是足重要吼。不要看地方做人讲伊无知识，百姓即摆知识足悬，毋是无吼。啊，所以即摆
像你即区的选举议员几个选几个？目前应该9个选7个啦，有影着7个。 9个着7个，对啊提名咧，咱民进党提名3席，啊国民党，国民党我看昨个新闻是登记4个啊，因还要提名嘛？应该着照这4个人就去提名啊。照理来讲应该是安啊，伊尼。4个，咱3个7个，啊，搁有无党的，咱3个4个，搁无党的，搁2个无党的。啊无党迄2个来势汹汹嘛，还是讲较不利？一个是现任的议员啦，郭彦玲，啊一个是现任的首席乡长林家。伊会要转，嘛要转换跑道。所以即摆对我来讲是一场无简单的选举啦，因为我即区鹿港好运秀水3位乡镇长拢转换跑道来选议员。是啊。所以这历史上第一届，这甲中华市共款，中华花坛、分堂3乡镇长拢转换跑道，所以即届选举比之前旧议员敢人转换要选乡镇长？有3个议员，就咱党内咱叶苗议员要选镇长啊，拢总有3个议员要转换跑道。拢安尼。所以讲即届规个大家讲的基本盘的规个拢拍乱去。所以讲即届选情搁甲进前比较起来搁无共款啦。无法度去评估啦，因为拢新人。拢新人其实是旧人。去嘿啦，旧人嘛。就是我是讲会当看进前议员资料的，就剩4个人会当看进前的资料，其他5个是无资料的，所以讲你要安怎哩啊？嘛，即届嘛就无共款的状况。无个资料，啥物事？你讲因是乡镇长。乡镇长，就是我是讲，较早选过议员，咱会当摕较早议员，比如讲伊的票数。伊倒是权力可能较悬，咱会大概知影。分票源啦。知己知彼啦，但即摆乡镇长出来选，咱无法度去掠讲伊的票源是为倒位啦，咱掠袂着。是啊，吼，而且运输啦。不过，若安尼讲个淘汰2个吼。淘汰2个。这逐个人足。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啦。足爱足拼就对了。是啊。但即摆因为地方选举影响2028吼。20282年后的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所以地方还是真拼啦吼。还真拼。即个乡长，秀水乡长啥人要选？咱迄个叶国雄前议员。顶摆有来。顶摆有来，果然有来吼。伊嘛歇过一站，敢毋是？伊虽然讲伊顶届无过关，但是伊即4年无休困。拢会走。伊嘛是。顶届是议员无过关，是乡长无过关。议员无过关。今年就选乡长啦吼。迄种就因为即4年拢做陈秀波委员的秀水区的主任嘛。所以讲伊共款咧为民服务，诚侪建设案啊，一寡民众服务案件，伊嘛是会透过陈秀波委员即边来协助。有诶嘛是会来我即边，我即边嘛会甲斗协助啦。毕竟逐个拢伫秀水，逐个虽然讲伊无过关，但是伊有即个意向，4年前就即个意向要来选乡长，所以讲咱逐个就互相斗相共安尼。所以4年前无过关是乡长无过关。是议员无过关，但是伊4年前。就是无过关了后，伊就是拍算讲，过来就是要选乡长，无要倒来选议员。伊无过关是差足多还是差有限？伊甲第7名差500票，所以讲嘛淡薄仔可惜啊。落选头就对啦。落选头差500票。第7名，伊是第8名。伊第8名啦，第8名。所以你咧真少呢吼，你咧区议员，普通拢几十个，你咧9个尔。阮7席啦。超9个候选人嘛。超9个。即届是彰化市12席啦，原林9席啦，过来就是鹿港7席。对啊，我是讲，迄是当选的，要选的，但是出来选的人吼。无像彰化市大概拢20几个。对啊，你咧加2个是足肉搏战的。肉搏战啊！大家迄落等于票数拢爱掠了诚，拢爱竞了诚。我拢感觉像恁遮吼，大学毕业的，应该年轻知识分子啊，搁伫足侪工作大过吼，应该爱思考讲，不但讲安怎选举，是安怎了解地方，发展安怎采用新的方法来
开发啊票务甲支持者吼。对，今仔足多谢吼，人议员来咱电台，这电台全中啊县拢有咧听是吼。谢谢，啊，感谢秀水杨议长。当然嘛是有秀水鹿港好兴嘛有来听吼。咱预祝两员当顺利当选，大家共同来将咱关顶区吼、县长啊，甲其他选区共同来甲伊支持，毋免讲咱就我讲的拿出漂亮的成绩啦吼。哦，谢谢，多谢感谢杨议今仔多谢长。各位听众朋友收看吼。后礼拜各个时间，邀到阮的时间，请你继续来收听咱的趣味隔壁。多谢各位，多谢，再见，谢谢。